閱讀詩文，唐詩小知識第二講，聲調平仄。今次係小知識系列嘅第二講，平仄係近體詩發展嘅重要部分。咩係平仄呢？平仄就係文字聲調嘅分類，一係平聲，一係仄聲。聲調係指嗰隻字高低音嘅變化。古音有4個聲調，平、上、去、入4聲，而上去入聲就係叫做仄聲。而家仲保留住古代4聲嘅只有南方嘅方言，包括廣東話、客家話、閩南話、上海話等等。因為呢啲話比較接近元朝之前嘅古音。元朝開始，中原地區嘅語音有咗好大嘅變化，入聲慢慢冇晒，而入聲嘅字佢嘅聲調變成陰平、陽平、上聲同去聲，即係普通話4個聲調。所以普通話讀唐詩宋詞押入聲韻嘅時候就冇晒味道，而用廣東話嚟讀就啱晒 key。而家我哋睇下用廣東話點樣去分古代嘅平上去入。每個字音如果佢係有鼻音收尾嘅，都會讀到平上去入4個聲調。我哋用東呢個音嚟做例子，東個音調冇變，係平聲。董係由低上高，係上聲。東係高去低，係去聲。篤係急速剎停，係入聲。入聲只有3種，擘大口嘅冇咁大口嘅合埋口嘅對應翻3種鼻音尾，每個字音只要依照翻平上去入順序咁讀，就會揾翻呢個字音嘅平聲、上聲、去聲、入聲。例如東、董、棟、篤、先、閃、線、薛。高音嘅入聲薛冇相應嘅字，呢度寫低少少嘅入聲字薛。深、沈、滲、濕。如果佢冇鼻音尾嘅，就唔會有入聲，但可以揾到平、上、去3個聲調。粵語唔單止保留咗4聲，佢仲保留咗中古時候平上去入分陰陽，即係高音階同低音階嘅4聲，而入聲仲要分高、中、低3個音階，總共9聲。而我係點樣分個9聲嘅呢？我係會先讀咗陰，再讀陽，然後再讀一次3個入聲，例如先、閃、線、薛、禪、閃、線、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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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9聲咁就分到出嚟。又例如深、沈、滲、濕、岑、沈、滲、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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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唔係每個音都揾到個字，冇鼻音尾就冇入聲，只要順序平上去揾翻6個聲調就可以啦。例如詩、史、事、時、史、事。平聲係音調冇變化，所以可以拖長嚟讀，而仄聲就唔適合。所以平仄係朗讀詩句時長音同短音嘅節奏，所以詩詞係比較講究平仄。而有啲字嘅平仄係好容易混淆。呢度舉幾種例子。第一種，可讀平可讀仄，意義冇變，例如看可讀看，望可讀望。聽如果係解聽見嘅話咧，可以讀聽，但係如果講聽從咧，一定係讀聽。醒可以讀聲，幾時讀聲就要睇下佢係咪押平聲韻。如果嗰首詩係近體詩或者係詞，咁平仄就要跟翻格律，即係話讀平定讀仄要睇翻個字喺詩句上面嘅位置。遲啲會再講。第二類，一個字有唔同嘅詞性，有唔同嘅平仄。動詞多數讀平聲，名詞多數讀去聲。
例如思動詞思考，名詞讀去聲是，唔好意思。論係名詞，動詞時要讀論。文係動詞，名詞時要讀問。知係動詞，名詞時要讀知，知識。教係名詞，動詞時要讀教。令係名詞，動詞時要讀令。分份成勝騎驥，如此類推。第三種平仄係代表唔同嘅意思，呢啲都比較常見。值得留意嘅係呢個字，呢個字口語都係得個音，字從跟從，但係到名詞時隨從。文讀書音應該讀去聲隨眾，眾兄弟眾反。最後一類係語音變調，即係話平時講嘢唔係用讀書音嘅聲調，例如陽平聲讀咗陽上聲。睇下呢個字行業嘅行，銀行有人讀銀行，金行大家習慣讀金行，明讀銘，橙讀橙。亦都有啲字本身係側聲音，語音上讀咗平聲，例如抱有啲人讀蒲，義多數人讀義。平時用語音讀文章方便溝通，約定俗成。但係如果讀詩詞要講究平仄，好多時要參考字典揾翻個讀書音啱嘅平仄嚟讀，咁啊最穩陣啦。好啦，詩句點解咁重視平仄呢？因為平仄係長長短短嘅節奏，喺詩句入邊以兩個字為一組，句尾以三個字為一組，一個詞組代表一個完整嘅意思，而喺詞組入邊第二個字就代表呢個詞組嘅平仄。同組字嘅平仄相同嘅話，詩句就有平平仄仄、平平仄仄嘅節奏，好聽又順口。而句尾三個字嘅平仄只有呢四款：平平仄、平仄仄、仄仄平、仄平平。前面係仄聲收尾嘅句子，即係話一聯入邊嘅第一句，後邊係平聲收尾嘅句子，即係話喺聯入邊嘅第二句押韻句。留意呢四組平仄都係保留住兩個字係相同平聲或者係相同仄聲，同其他詞組都係一樣嘅。所以如果同一詞組入邊唔係相同嘅話，好似喺呢度平平變咗仄平嘅話，咁成句就變咗係仄平仄，就唔順口拗口啦。所以如果呢個係仄平嘅話，呢個仄聲就要變成平聲，即係話補翻個平聲喺後邊，變成仄平平，咁咧就順口翻啦。五言絕句嘅格式就只有四種，喺仄聲尾嘅就係仄仄平平仄，或者係平平平仄仄。呢款句式嘅第一個字可以轉用仄聲字，因為後邊有連續嘅平聲。而平聲尾嘅句式只有呢兩種，平平仄仄平，或者係仄仄仄平平。同樣第一個字係可以用平聲字。呢種句式係平仄相間嘅，呢度係仄聲，呢度係平聲，呢度平聲，呢度仄聲，同樣呢度都係相間嘅。而詩係兩句兩句咁寫嘅，兩句叫一聯，第一句係仄聲收尾，第二句係平聲收尾，而兩句嘅平仄要相反。如果呢個係第一句，咁下一句就係呢句啦，仄平平仄仄平。同樣，如果第一句係呢句，咁下一句就係呢句啦。每一聯都係以仄尾起句，平尾收句。除咗第一聯，因為每首詩嘅第一句可以係平尾起句。如果係平尾起句嘅話，咁佢下一句亦都要係平仄相反，所以佢嘅第二句會係呢一句。如果呢句係起頭嘅話，咁下一句就係呢句。
所以近體詩嘅平仄格律只有3個要訣：一句之中平仄要相間，一聯之中上下句平仄要相反，最後下一聯嘅起句要同上一聯嘅收句平仄要相黏，即係話要一樣。我哋睇下最簡單最短嘅近體詩五言絕句。呢度有個例子：王之渙登鸛雀樓。呢首詩嘅起句白日依山盡，收個盡字。咁盡嘅平仄係乜嘢呢？用粵語九聲去揾，津準盡，盡準盡。盡係去聲，即係仄聲，係仄尾起句。如果大家熟練粵語九聲，可以揾得翻佢每隻字嘅平仄就係跟住咁樣樣。除咗呢個字，呢個字試下用九聲去揾，庸庸用喐，庸庸用玉，玉係入聲，即係話呢度其實佢用咗仄平平仄仄，但係呢個可以係用平可以用仄，所以佢都係正格。我哋睇睇佢嘅格律，平仄喺一句入邊係相間嘅。咁每個聯入邊平仄係相對嘅，平對仄，仄對平。而下一聯嘅起句同上一聯嘅收句平仄平黏平，仄黏仄，係平仄相黏嘅。所以呢首絕句跟格律跟得好嚴，而跟住格律寫嘅詩會發覺每一句嘅節奏都係唔同。如果我哋將平聲拉長少少嚟讀，就係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每一句嘅平仄節奏唔同，咁讀出嚟就唔會呆板啦。每一聯嘅最尾嗰個字都係平聲收尾，係要押韻嘅。流流，普通話了老唔係咁押韻，但係老派嘅國語係讀了老，仲係押韻嘅，因為佢哋都係屬於同一個韻部柔韻。近體詩要求一韻到尾，即係話要押韻，押翻同一個韻部嘅字。呢樣會喺下一集押韻詳細講解。呢首詩除咗喺音律上做得好之外，佢每一聯嘅上下句每一隻字都係相對嘅。白黃山海千里目一層樓，究竟點樣做到咁工整嘅對句呢？我哋喺第4集對象會再講。如果詩句唔係做到平平仄仄嘅節奏，就會出現拗音嘅句子。而有一樣拗句係個個詩人都好罩忌，就係孤平。孤平只會出現喺呢種句型，平平仄仄平。如果將第一個字平聲轉到仄聲，咁呢句就變咗係犯孤平。犯孤平嘅時候，要喺第三個字由仄聲轉翻做平聲，咁就有連續2個平聲，咁就叫夠翻個孤平句啦。仄平平仄平。7言句嘅架式，只不過喺5言句前面加上一組平仄相反嘅詞組，例如仄仄平平仄仄平，平平仄仄仄平平。而7言句嘅第一個字平仄比較寬鬆，可平可仄。留意呢度唔係孤平嘅句子，仄平仄仄仄平平，呢度唔係韻腳，所以呢度冇犯孤平。2個字黐埋一齊同平仄就會順口，如果唔係就變咗拗口。例如呢度平變咗仄嘅話，係仄平仄，咁就拗口。要喺第3個字補翻個平聲，就變咗係仄平平仄仄平平，咁就順翻口啦。記住寫近體詩要避免拗句，除咗呢一款平平平仄仄，好多時詩人會寫成平平仄平仄，呢種拗句就當正常句，唔需要做特別任何嘢。我哋睇下7言絕句嘅例子。李白嘅《早發白帝城》，佢係平聲起句嘅，平平仄仄仄平平，
佢下一句亦都需要係平聲收尾，但係平仄要相反，所以佢下句正格係仄仄平平仄仄平。用粵語九聲揾千呢個字嘅平仄，千錢錢，千係平聲，所以呢度佢改用咗。但係七言嘅第一個字其實平仄可以寬鬆啲，所以呢個都係合規嘅。再睇下杜甫嘅絕句，如果大家都熟用咗粵語九聲，就會揾得翻每句嘅平仄，佢係咁樣嘅，仄仄平平平仄仄。而呢度佢又係第一個字改用咗仄平仄仄仄平平，而下一句平平仄仄平平仄呢個第二組嘅字一定要係仄聲，第二個字第一個字比較寬鬆啲，所以用平聲係冇問題。但係佢對句平仄平平仄仄平，如果佢呢度用咗仄聲嘅話，就變咗係呢個句型嘅前面用咗仄聲，即係凡到孤平啦。所以呢個字係唔可以改動嘅，唔可以做平仄仄平仄仄平，唔得。七絕嘅平仄正格只有呢四款：仄起同埋平起。睇落好似好複雜，但係記住嗰三個要訣：平仄相間、平仄相對、平仄相黏，咁自然寫出嚟就係合格率嘅近體詩。古體詩冇平仄硬性規定，但係為咗突出佢係古體，詩人會用三平尾、生仄尾同埋拗句。睇下李白呢個例子：花間一壺酒，一壺酒，仄平仄，無相親，平平平。呢個係律句。成三人，平平平，不解飲，仄仄仄，隨我身，平仄平。成首詩除咗呢兩句，其餘都係出律嘅句子或者係拗句，所以寫詩越多拗句就越似古體，唔似近體。好啦，講到呢度真係要多謝大家睇到呢度，因為今集嘅內容比較多，所以條片真係長咗啲。但係記住，識廣東話分到九聲就識咗平仄，識平仄就過咗寫詩詞最難個關。下集會講押韻，記住收睇啦，拜拜。